蔡立青新春公益活動每當為新河村地區出發，舉辦已經邁入第4檔。今年活動特別邀請到曼都髮廊現場義診，以及永健服務團隊免費推拿，還有雞卵糕、棉花糖、造型氣球、書法春聯等等，大人囡仔攏喜歡的單位，現場氣氛熱烈溫馨。立青從上任以來就致力打造公益的平台，那也一直連安南區在聊哦，巡迴的辦公益活動。那今年的新春前哦，連續舉辦5場，然後在各個社區，就是希望幫助到所有需要幫助的人，然後也把這個快樂啊、喜悅分享給大家，用這個一些小朋友喜歡的造型棉花糖，還有大人喜歡的義剪按摩、卡拉 OK、手寫春聯的活動，希望讓大家感受到新年的喜氣，然後還感受到社會大眾的溫暖。社會局長郭乃文也親自到場甲民眾同樂，並感謝蔡立青長期徛佇咧第一線關懷弱勢族群，這個串聯民間的力量，和愛心會當真正送到需要家庭手中。今仔日的活動呢，是咱的立青藝作吼，伊佇這個部分呢，一步一腳印，顧着大家人的心情，顧着大家人的感覺吼，顧着大家人生活的方式。啊，遮爾濟工會甲迄個協會吼，來鬥3工吼，咱剃頭剃一個新煙，互咱大家心情有一個清晰的感覺吼，這是上界踏實的舉動啦吼。所以呢，咱若準佇遮，感覺講人甲人鬥陣迄個心情基本素的迄個溫暖的感覺都沒用話啊，直接就自然就會當交往吼，是真歡喜的代志。今仔日閣遮好日子，好日子佇對咧，佇咱心內底吼，看到陽光吼，祝大家馬年行大運。這次活動也得到樂活長照中心、天靈祖神會、蔡家農戶陳水會、有才企業社、好樣食品、台南市經絡美學教育協會，大家有錢出錢，有力出力，共同完成安南上車愛心行動。除了佇保和宮的活動，蔡立青25號佇咧俊南路6段，同款嘛有一場愛心行動。蔡立青講，接下來還有3場公益活動陸續上場，請鄉親朋友踴躍參加。大家熱情出席，就是安南上市公益平台繼續向前的動力。台南新聞張偉忠採訪報道。